成件事都係荒謬。佢同班小朋友又唔係真係咁熟，有必要衝出去擋子彈咩？佢衝出去擋子彈嗰陣時，有冇諗過佢屋企人啊？有冇諗過佢最愛嘅人啊？我覺得好不負責任咯。人生流流長，有必要去了結自己生命咩？佢一樣可以將佢嘅愛分享俾佢身邊嘅人，分享俾佢嘅社區噶嘛。退一萬步嚟講，一個無差別嘅殺手係唔會因為你一個人嘅犧牲而去收手。